加拿大总理卡尼即阵是去访问中国北京，按算拜五，佮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，希望会当改善加拿大也佮有中国之间的关系。另外，中国最近也是来对澳洲各国施压，要求要禁止台湾的政治人物入境。咱的外交部是表示严正谴责。 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专机10时暗时到北京机场，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到场迎接。这是让高档加拿大领导人搁在访问中国。China, another one of the world's largest economies and Canada's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, is certainly high on the list of a country where we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have a negotiation and ensure while we are doing that we are representing Canada's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Canadians. 这几冬来，中加关系真紧张。为2019年并满洲事件，中国关2个加拿大公民到准令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加扣100%的关税，双边关系恶化。卡尼这届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修复两国的关系。预计拜五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。外媒指出，中国有可能放零对加拿大油菜出口的限制，来换加拿大降低中国电动车的关税。 不过嘛，因为卡尼访问中国，原本来到台湾访问的2个加拿大执政党众议员何杰斯甲拉隆德决定提早3天返去。声明有讲到是根据政府的建议，避免甲总理访问中国行程有冲突，造成外交政策看不清。所以2个人嘛无见到总统赖清德。不久前，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演，非常感谢加拿大政府发布公开声明，表达关切，反对 片面改变台海现状。不过，当时英国卫报报道，中国官员想空想胖，甲欧洲国家提供法律的建议，要求欧洲各国禁止台湾政治人物入境。我国高层赴欧盟国家访问，是台湾与欧洲的正常交往与互动，并受到欧洲各方的欢迎，有助台欧互惠互利关系的发展，完全与中国无关，中方更无权置喙。 外交部大谴责中国施压的行为，而且指出，就算中国想要破坏台湾甲国际友邦的关系，咱会更加坚定甲理念相像的国家做伙合作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